朝春分时节，畅音阁办博雅集会，奉上名士剑舞。让我们进去。哎，几位留步，今日本店有表演，只接待女宾。谁在闹事？今日是我畅音阁的大好日子，你们再不赶紧走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位老板，您这畅音阁是开门做生意，我们呢，有钱，就是想进去搜个人，找到了我们就走。哼！前面那个好像是他，快跟上！找不到他呀，咱们都得倒霉。今日畅音阁女宾专场，特请花魁表演，男士勿进，可下来。王小姐，快进来，进来，快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小女公民恳请神明保佑，今晚宴会顺顺利利，畅音阁财源滚滚，早日还上欠款。今晚白苏公子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，就是为了打响畅音阁博雅聚会的招牌。所有人都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！谁要是让畅音阁丢了脸面，我就让谁丢了饭碗。是阁主。阁主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阁主，如新啊，要不是看你长得招财喜庆，早就不养你了。阁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位白公子腿摔折了。什么？看过大夫了吗？看过了，他说要卧床休息，少则3个月，多则半年。半年？策划了那么久，早不出事晚不出事，这个节骨眼让我再去哪儿找个男花魁啊？胭脂，首饰，司马先当活马医吧。什么动静？有人？谁在那里？你是何人？敢擅闯我畅音阁，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喊人了！外面来了好多人，要进来抓贼了。先让燕子清他们挡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是。你莫不会就是他们要抓的贼吧？我不是贼。咱俩做个交易，你梳洗打扮，为本店登台表演，我为你提供庇护，护你周全。只可惜。有一些钱我们挣不得，今日只招待女宾，你们进不去。
里没有你要找的人，你要再敢闹，我就去报官差。走。唐公子，唐公子，你在这儿呢？你今天可真是我畅音阁的大恩人。你怎么了？怎么？唐公子，唐公子，你怎么了？还好只是晕了。放肆！是谁允许你自作主张对皇兄动手的？属下该死，请殿下责罚。你自作主张的确该罚，自己去刑堂领罚。是。皇兄人呢？属下跟丢了。不过十有八九是在畅音阁。畅音阁。下一期博雅集的票都来先着急，别着急，大家都有，一个月果子带着博雅集的票啊！大家都有，一个一个来。我来跟我们家主子说了，票我来领，别急啊，我们家座位，第一排的座位。有了唐公子，下次博雅集都不用愁了。他还真是我的福星，说什么也得让他留下来。哎，你不好好休息，这是要走啊？哎呀，大夫可是说了，你伤得不轻，逞什么能啊？之前我是不知道你身上有伤，不然不会让你上台的。不如你就先留在畅音阁，安全舒适。我保证啊，你赚得盆满钵满。阁主，药熬好了。为了表达本姑娘的诚意，我亲自给你喂药。喂，你莫不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！你说谁是狗啊？你虽然之前救了我，怎可如此羞辱在下？阁主，刚刚张老板传来消息，说今天来了一批新的鸭子，可漂亮了。太好了！好了，不跟你贫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先去把它们接回来，你呢，记得喝药，回来再给我答复。走。嘎嘎嘎！此地真不宜久留。给我仔细搜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跟我追！唐公子，昨日搭救，感激不尽，但唐某有要事在身，恩情他日定还。如心被车，怎么了？唐风走了。走了？别跑，公子，站住！小心脚下呀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快上来！
想多的。这种地方，哪种地方啊？秦楼楚馆，风月场所，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畅音阁是做……你就别解释了，都逼我登台表演，那我还能误会？我看终归是上不了台面的行当，还是趁早解散为好。阁主，太好了，你把唐公子找回来了。阁主，这是咱们新版的荷花酥，你尝尝。不吃，心情不好。唐公子，要不你试试？这是新品的荷花酥。荷花酥，小时候受了罚，舒娘娘总会第一个来关心我，拿荷花酥逗我开心，给我温暖。虽然味道差了点，但模样跟技法，跟小时候吃到的荷花酥却有8分相似。难道说，我要找的时针记，竟然在这畅音阁？畅音阁竟然是间果子店。阁主，怎么，唐公子还没走啊？咱们畅音阁店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，可别污了咱们唐公子的眼。宫阁主，之前是因为我的武断，对畅音阁有所误会，我向你道歉。你没有误会，我们是上不了台面，我们是阿谀奉承、卑躬屈膝的小人物。但也不稀罕哄骗你这个自视清高的良家公子。不是哄骗，是我自愿的。我想留在畅音阁。留下来？他怎么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？我凭什么留下你这种来路不明的人啊？凭你长得俊秀？咱们京城随便找个公子都比你长得俊秀。可是阁主，你昨天才说唐公子是你见过的最俊秀的人啊。那你如何才愿意留下我？这2天的救命钱、看病钱、误工费、疗养费、安抚心神费，230两。成交。这么多钱，他也答应了。是不是太爽快了些？那你武功高强，若是跟今天一样逃跑了怎么办？你得抵押个东西给我，比如说……为表诚意，我将它抵押给你，等债务还清之时，你再还给我。成交。回来的时候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就是给唐公子吃了一块荷花酥呀。荷花酥？我倒要看看，这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阁主，我怎么有点晕啊？不要出声啊，被人发现就不好了啊！小心，快走！
别被人发现了。你找我就找我，抓人姑娘干嘛？大公子，是不是又是唐云出的馊主意？不是，大公子，我们找这位姑娘，那不也是为了找您吗？您放心，只要您肯跟我们走，我们保证宫阁主安然无恙。把他给我放了，回去跟唐云说，让他自己来找我，否则……别！放！哎呀，没听见大公子说吗？把姑娘放下，放下！轻点儿！快，滚！大公子，人我们都放了，我们是不是？那是厨房，哎，那我们走这个。那是我房间。那我们怎么走啊？滚着走。没听见大公子说什么吗？快，滚着走，快！大公子，我也滚！哎，好嘞。起床啦！干活儿。这些鸭子呢，每日清扫、铲屎都是你的工作啊。还有这2个大水缸，每天必须要打满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些，全都是我的小宝贝，1日3餐都需要你负责哦。啊。这些柴火必须每天一大清早就给我全部劈好，还不如让他们把你带走了。你干嘛？我是你老板，碰碰你怎么了？有鸭毛。为报宫阁主相救之恩，即日起，唐风在畅音阁以功抵债，特押玉佩1块，债务还清之日归还玉佩，届时契约作废，双方立此为据。什么情况啊？唐风，你究竟是有多么喜欢我，还是对手派你来搞垮我的？这些活我本来就不会。再说了，你生意这么差，谁来搞垮你？我本来就不靠这些为生。完蛋了，亏大了！50文，30文，什么味道呀？阁主，不好了，厨房走水了！
原来唐公子留下是为了这10针计。我本以为唐公子是一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竟然会做这种偷鸡摸狗、上不了台面的事情。阁主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好啊，你说。你碰到机关了？不就是门关上了吗？这个机关是防贼的，里面打不开。阁主，阁主，从你说要留在畅音阁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果然你另有所图，竟是冲着我这本10针计来的，还故意纵火，弄出大动静，声东击西。我没有纵火，就是弄了些浓烟出来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哎，你是通过荷花酥推断出10针计在我这儿的？对啊。不过我也很好奇，你怎么会有这本书？是一位故人赠送于我。那你怎么知道的？也是一位故人跟我提到过这本书。算了，你不想说可以不说。不过你连挑水劈柴都不会做，要这本书有何用啊？谁说做果子非要学会挑水劈柴的？你店里的荷花酥，外皮既不暄软也不酥脆，内里也不够软糯，还甜得发齁，丝毫不得精粹，干脆叫千层面算了。你不要在这跟我班门弄斧。若是光靠动嘴皮子就算懂果子，那谁都能当厨神了。哎，那若我可以证明我精通制作果子，是不是就有资格了？等我出去，我做给你看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再去找。哎，是。去哪儿了？唐风，你这个大骗子，你骗我！这样喊出来会舒服很多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样喊有用吗？你试试啊！对不起啊，我逼不得已。本阁主接受你的道歉了。总算找到你了，阁主。我想留在畅音阁做果子，真心的，这句话没骗。我信你。但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别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？一言为定。不过我要先试试你的果子。一言为定。既然要试果子，那我指定4款试试你的手艺，你可别想蒙混过关。此次出来就是要寻找10针计，这书是舒娘娘毕生心血，可惜在民间丢其原味。我想让更多人能尝到真正的荷花酥，品食物珍馐，让10针计发扬光大。这荷花酥口感丰富，层层酥脆，确实与10针计描写的味道一样。这唐风他还真有点本事啊！这果子味道确实不错，唐公子的手艺真是运金成风，让我刮目相看。我收回说你班门弄斧的话，
只不过这个红豆糕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口感过于扎实，难以下咽。若是能在内馅里加入果仁，例如含花、甘糖，便可以中和粉质，还能增加一味果味的清甜。此举确实可行，不过你有这等技能，为何畅音阁的果仁会如此难吃？我们家阁主只会吃灰色的，全都炸锅了。不是，谁说我一定要会做的呀？知道好吃不就行了吗？而且我现在不是有唐大厨女了吗？那现在我可有资格进行点评了？有，太有了！之前是我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未能发现你有这种本领。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谈谈？哎，王夫人，您来了！您来了！畅音阁的荷花酥比以前好吃太多了。里面请。哎，别急，每个人都能买到，每个人都能买到，不用来，您请，您请。来这边看看。哟，李夫人，哎，扣除面粉、劳工成本36两，净赚43两。按照我们分成3、7分，我要分你12两9钱。我的大发善心，多分你1钱。真是算盘精转世。算盘打得精，马褂改背心。你呢，跟着我好好混，保证你啊赚个盆满钵满。就是最近我考虑，你要不要每天再多做一些啊？钱串子，你懂什么？我攒钱是有大用处的，好不好？我要攒够500两，然后去参加果子大赛，赢得天下第1品，让畅音阁名扬天下。就你，哼，还天下第1品，哼。唐公子，请按指示前往，有惊喜。看蝴蝶闻着花香蜜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这宫里又在搞什么鬼主意？相思成时光，情深知苍茫。有幸这人间能和你遇上，似飞蛾红烈扑火，荡气回肠。要全心投入书写，绝没篇章。唐公子，感谢你为畅音阁做的一切，小女子无以为报。希望每日的热粥热水能驱赶你一天的疲惫，让你做个好梦。只要能永不负珍惜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，我奢求地老与天荒，一抹秋万年长，犹如流星划过夜空一瞬，短暂又何妨？似飞蛾红烈扑火，荡气回肠。有全心投入书写，绝没篇章。像短暂的夕阳，
1年的果子呢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贵客登门，好事不断。黄公子，您是说要订1年的果子？刚刚啊，是我眼拙，把财神爷给认错了。想必公子您不会跟我这种弱女子计较吧？你们的栗粉糕，家母特别爱吃，命我来定下今年的果子，顺便向主厨请教一二。这人是直奔唐风来的呀？莫不是？龚老板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来挖人的。如果实在不方便，那就算了。方便方便，公子，这边请。请。黄公子，这位就是我们唐大厨。这位可是重要客户，千万别得罪了。你终于还是来了。你们竟然认识？龚老板，我想和他单独说几句，还望你行个方便。好说好说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你就准备在这当？我就是想来问一问二位公子想喝什么茶。李马，二位姑娘，请吧。母后让我把你带回去。我不回。你禀告母后，就说我在外面过得挺好的。不妥，皇兄你是太子殿下，未来的官家，却在这种地方白白消磨光阴，你如何对得起官家和圣人的期望？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太子官家，这种身份对我来说就是枷锁。轻啊！笨蛋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与其避开，咱们不如顺水推舟，看看他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。这分明是水银票推舟嘛！哎，你听听。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。我可向天发誓，我对你绝无二心，日月可见。黄公子说，他别无二心，日月可见。与你无关，我向来志不在朝野，只向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而且我好不容易离开父母，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梦想。我不想回去。皇兄此举离经叛道，是礼法宗亲于不顾，难免会遭世人非议，实在不妥。说什么？
我就想做我自己，我就想留在畅音阁做果子。你确定要一意孤行，置责任和义务于不顾吗？你执意要做的话，就不怕畅音阁不保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如我们打个赌，若你能不借助皇子的身份和旁人的帮助，3月之内将畅音阁转亏为盈，我便不再插手，随你想做什么。但若你输了，就踏实随我回宫去。一言为定。哎。 黄公子，黄公子渴了吧？这是上等的龙井茶，和栗粉糕最配了。唐风养尊处优，希望龚老板。 我俩是何关系，与你何干？反正他迟早会跟我回去的。龚老板照顾好自己便是，不用送。早晚跟你回去。阁主，阁主，你今天怎么不去厨房熬粥啦？你这墙角白听了，你没听到人家黄公子说，对他绝无二心，为了他。 受尽是人非议，你品品，你细品。他真说我是他畅音阁的人？哎，正是，小的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是畅音阁的人，畅音阁的人。殿下。 寨主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您就等着看戏吧。这把炭一添，就不怕水烧不开了。殿下，属下不大明白啊，这大皇子不愿意回去，那将来您可是有机会继承大统啊，那为什么？ 虽然挣的不多，但日子也算有盼头了。站住！干啥？张老板、王掌柜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是，这日子都还没到期呢，怎么就来要账了呀？我们几位是家里突然有急事，急等用钱，是不是？我又看上一间铺子，但手头没有资金啊。 我临时周转不开，没办法才来找你的呀。我媳妇马上要生了，家里8代单传，不得拿点银子备着吗？既然龚老板这么为难，就宽限你3日，3日后我们再来。若再不还钱，我们几位老板把兔子给收了。走。
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呀？唐公子，可否再帮我一次？唐大厨，求求你伸出援手！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去表演？你看，咱俩的心意一点就通。这次呢，绝对是特殊情况，而且那些娘子都是出身名门，绝对不会为难你的。你最多再说几句讨喜的话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啊，我都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有我在，你放心。行，但条件我开。上等珍珠10颗，上等野生茯苓。唐风，你这是要我老命啊！3天，只有3天。过来，小心点啊！这可都是名贵的原料。来，给我！哎呀，公子，天山牛乳到了，云香草也来了。唐风，你觉得这能行吗？我敢说这次做的果冻，他们肯定没吃过。但怎么能让大家买？你可要好好动动脑。我已经想好怎么卖了，就等你的果子了。唐风，谢谢你。鹬蚌不相识，渔者得而情之。咱俩合力，畅音阁一定能渡过难关。阁主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阁主，我特意分开放的呀。你不是说他俩千万不能在一起，否则天雷勾地火，非得吵起来不可？阁主，你这是忙糊涂了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此一时，彼一时嘛。啊，放过去吧。哦，顾夫人慢点，您这边请。今天这场面呀，还真是的，可不是嘛，每次都不一样。最近这畅音阁的新花样可真不少呢。各位贵客，时间宝贵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拍卖。本次拍卖自愿参加，所有的果子均由唐风亲手制作，且用料珍贵。第一道名为茯苓美白霜，这款果子不仅好吃，还可以去湿气、养脾胃。为了表达本店的诚意，特意现场抽选1位赠送。允娘子，恭喜允娘子获得了此次机会。来，上我们的果子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但凡参与本次拍卖的娘子们，除答谢宴外，本店还会送你们半个月的赠品，保证你们的体验效果。接下来是第2道，在原本的果子基础上增加了珍珠粉，
不仅好吃，还可以美白养颜，使你们的肌肤洁白无瑕。这个单品无良起拍，真能美白祛斑，真能。那这款果子可是唐风亲手制作的，正是如此，全京城呢独一份儿的。那我出10两。赶紧开！唐公子要是再不努力，我看畅音阁也别开了。就是，一点面子都没。今天要是让我们公子，岂有此理！那些娘子竟然想让你给他们侍奉敬酒，太放肆了！要不让我带人去教训教训他们一下，赶出去了事。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唐公子，你要是再不露面，我看畅音阁也别开了。我们见你是看得起你。不要惹得我们不高兴了啊！哟，唐公子果然是唐风，你一定要忍住，无论他们怎么为难都不可动手。畅音阁正在危急关头，不可再让功名为难。我们今日请你来呢，是想请唐公子陪我们喝一杯。当然了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，别人也没有这个面子让我们几个出这么多钱买一块果子，喝点酒也是应该的。一杯酒，1张银票，如何？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为了生存就要付出全部努力。你觉得谄媚也好，你觉得粗鄙低俗也罢，只要能度过危机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假如我也是个男儿身的话，不要说是上台表演了，就算是敬酒陪笑，只要能保住畅音阁，我都愿意。为了畅音阁，一杯酒而已，又不是毒药。唐公子，快点喝啊！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唐公子喝了钱小姐的这杯酒，那我的也得喝了。尹娘子，唐公子他不胜酒力，唐公子之后的酒，全都由我喝了。怎么，唐公子喝了钱小姐的酒，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人吗？怎么会呢？唐公子，他确实有事，一会儿还得做果子呢。是我扫了尹娘子的兴，我现在就自罚3杯，自罚3杯。风老，那我的3杯，你不喝了？喝，都喝。今晚啊，我一定给3位娘子陪好了。你怎么还在啊？赶紧回去做果子呀！去，走，来喝，先喝尹娘子的。可是你答应过我，不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你可别忘了。我答应你，绝不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。钟老板，我这几杯你可别忘了。放心，一定都喝完。杜夫人，
感谢杜夫人捧场。来，敬杜夫人。来。荒草野田，清秋吹乱多少个寒秋。轻轻褪去最初青涩玉树风舟。这几冬间，他还依然执着的眼眸。留在畅音阁做过，真心的，这句话明白。但我做不到像你预先想好的在归路尽头，历历斜阳，草木如旧，谁还贪恋城中温柔？似曾相识，身影轻瘦，红颜如水，飘荡左右。白驹过隙之后，追回相伴的时候。唐风，唐风。这儿呢，喝点醒酒汤。你说你为什么那么傻呀？干嘛不让李满通知我呀？我不也是想替你分担一点吗？这样你就不用那么累了。真是这么想的？是啊。你真是这么关心我呀？看星星似雨落盘，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。你不也替我挡酒了吗？有心这人天难和你遇上。先喝点汤。似飞蛾红烈扑火，荡气回肠。要全心投入书写，绝没篇章。像短暂的夕阳，温柔的辉煌，要永远温暖留在我心上。只要能永不负珍惜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。我奢求地老与天荒，一抹秋万年长。犹如流星划过夜空一瞬，我还挺感谢那些抓你的人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也不会遇到你。我开果子店铺，你擅长做果子，简直就是天赐良缘。天赐良缘是这个意思吗？一样啊。你放心，以后一定会全力支持你。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，我奢求地老与天荒，一抹秋万年长，犹如流星划过夜空一瞬。因为你就是我的小福星啊，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我负责开果子店，你擅长做果子，我们俩简直就是天赐良缘。天赐良缘，他就是把我当成摇钱树才对，绝对不能信。信我在干嘛？我在煮粥哎。
好公子说不喝不喝，还不是喝了。哎，怎么就走了？只是人家2个人呀，在这儿给我们演戏看呢。他们俩这关系，看来可不光是大厨和老板了。不可能，公明，你想什么呢？人家只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再说，起了吧，让厨房给你煮了点粥，给你端进来。端进来吧。昨晚你醉得不行，在下有些得罪之处，还请阁主见谅。啊，昨天做完拍卖，我想了很久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早日凑够报名费。你之前说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都会全力的支持我，这话还算数吗？算数。不过你想干嘛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说过你会全力支持我的。我没说不支持啊。我知道拍卖会搞得是很成功，只是这高档果子是应急之策，寻常人家哪里消费得起？再说了，京城的大户人家又有几家呢？你看，我来给你算笔账啊。咱们在拍卖会上一共进账是328两又67文，刨去成本和还债的钱，喏，咱们累死累活一共就赚了10两。既然这次拍卖会已经打响了名声，咱就应该物以稀为贵，精益求精。你这次赚的少，是因为你送的多，利润肯定比市井果子要高，赚钱速度肯定比市井果子要快。但你也知道，咱们刚还完债，不如我们慢慢来，循序渐进。我这个主意是希望你能快速赚到钱，参加比赛，拿天下第一品。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呢？就像我要害你一样。但是照你这样买食材，不出1月，畅音阁就要关门大吉。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，以后不准买这种名贵食材了。那龚老板你自己做吧。陶峰，陶峰，陶峰，你这个大混蛋，还说什么小福星？我看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搞垮了自己，还来搞垮我。不行，告诉那人，果子卖完了，让他再多备一些。还有啊，让他时刻记得，那个卖身契还在我这儿呢，让他不要那么嚣张，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告诉那女人没原料了，像她这样一毛不拔、锱铢必较、鼠目寸光，还想拿天下第一品，还不如做梦比较快。我锱铢必较，我鼠目寸光，他又好到哪里去了？目中无人，养尊处优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太子吗？你先给我传话去。阁主，唐风也是为了畅音阁好，你又何必跟他较劲呢？他确实也有他的苦衷。是啊，今天天气真好，你看那儿，我小时候可喜欢去那儿了。这些都是老板我小时候来4碗面。哎，好。这不是食材店，你要不想买，也不用明晃晃的骗我吧。还有唐大公子，食材店他又不会跑，对不对？你连饭都没有吃，就算你不吃，他们俩也要吃啊！吃面吧，唐公子，来试试吧。这家店可好吃了，不吃会后悔的。来，你们请。快尝尝，这面味道可好了。
好鲜呀！没想到如此美味的食物，竟然藏在这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摊上。这老板，以老板的厨艺，怎么甘愿窝在这样的小地方？属实有些可惜。不是所有人都想开一家大店的，好吃的食物应该让更多人能吃到，而不是物以稀为贵。六婶，你这面真太良心了，3年都没涨价了。六婶这碗热汤面胜过黄金，等会儿再带2碗给孩子们吃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想让我赚更多的钱，但是你这样做昂贵的果子，咱们畅音阁平时的顾客有1半都消费不起。你这样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让我再好好想想吧。阁主，唐公子能听进去吗？不知道，别管他了，咱们还要去看虎子呢。把面吃完，咱们就走吧。好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这边。他们吃面的样子，跟我当年吃到舒娘娘做的果子一样开心满足。这次出宫寻找时针记，不就是希望能把这样的开心带到民间？一碗无奇的市井面条，竟然能跟记忆中精致昂贵的果子一样让人开心，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。啥也比不过这碗热汤面。我家孩子最喜欢吃六婶的热汤面了，3年都没涨价了。畅音阁走这边。也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。要不是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咱们俩早就该来看他们了。啊，小虎他们看见我们肯定高兴。今天他们又可以打牙祭了。我们公子，这么多好吃的。你看，这不是他们俩吗？他们怎么也在？那咱们别出声，看看公明他们要干嘛。想不想吃果子呀？想。没想到这铁公鸡也会主动把握。不是所有人都想开一家大店的，好吃的东西应该让更多人吃到，而不是物以稀为贵。小虎，你们怎么跟阁主一样省啊？还有很多呢。那也要省着点吃，这样吃的时间长。这个给你。可还真得省着点吃。要是咱家的唐大厨坚持要做名贵果子，以后姐姐可供不起你们吃果子了。背后说人坏话是要倒霉的哦。好吃吧？好吃。真没想到，你还有这样的善举。我一直以为你满脑子里想的只有赚钱。
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当年灾荒，我们全家都死在了路上。我逃到京城，饿倒在路边，幸好遇到一位贵人，他对我施以援手，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将我收为了养女。但他无法带我左右，这才叫我开店，不然我怎么会有时针计呢？你的果子是很好，是可以让你完成你对食物的尊重，但是那些果子连平民百姓都吃不起，更何况这些乞丐。对，之前是我一叶障目了。你说的对，食物是为了给人带来快乐，而不是高高在上。我以后打算做一批不同口味的市井果子，就不知道龚老板明日可否有时间陪我一起采购食材。行，既然你愿意让步，我也愿意。以后咱们就每3个月出一款名贵果子，平时咱们就以市井果子为主，怎么样？好啊。不好不好，再换一家。不行。公子啊，我说你俩这是去采购食材呀？还是去逛街呀？闭嘴！顾明，你来了。这红豆是甘泉，你看这色泽鲜艳，出沙率最高，而且还便宜，只要20文1斤。那来1斤。好好好。赵老板，什么红豆20文1斤啊？龚老板，你跟这位小郎君认识？什么认识？他是我的人。那既然是你的人，那肯定要优惠嘛。这样，我给你算10文1斤，怎么样？5文，就5文，不然我就去隔壁张老板那儿了。已经很便宜了。啊？好了，我卖你们了。得嘞。哎，赵老板，那就先给我来上个20斤，然后再送我们1斤红豆吧。这，好吧。哎呦，龚老板，你可真是个人精啊，我都怕了你了。小郎君啊，快把他给带走吧！啊，好啊。赵老板，你可听清楚了，我说他是我的人，可没说他是我内人。懂，不是内人，是良人嘛。啊，哎，您快走吧。啊，您请。愣着干什么呢？走啊！好。卖臭豆腐啦！闻起来臭，吃臭豆腐。这臭豆腐闻起来臭，吃起来可香了，是我的最爱。要不要也来1份？老板，来2份。好嘞，2份，10文钱。好。哎，老板，5文1口价，不然我去隔壁了。哪来的愣头小子？爱吃不吃啊，走人！哎呀，老板，10文给你。
好的，不要等着啊。唐风，你真可爱。这种小本生意不可以这么还价的。姑娘，齐了。谢谢老板。没事儿。香吧？这个味道绝。那边有动静，好像是松鹤楼那边，去看看。好啊。哎，老板。走过路过的各位客官，不要错过啦！今天你们赶上好时候啦！今天是我们松鹤楼开业5周年纪念日，特此我们准备了这些个字谜，凡列位有一个能全部猜中，我们就会送上松鹤楼酒席一桌。一桌酒席啊，可以试试。不知道唐公子擅不擅长猜字谜，要不我们比一比？正合我心意。老板，出题吧。好，第一题来啦。画时圆，写时方，冬时短，夏时长。是日这个字，对不对？公子好才学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再来。看来二位是一起的吧？那下一题就要给你们出点有难度的。听好题：小衙门大展开，铁心肠当堂摆，全凭一幢一幢好打，方有些取彩。不怕他黑了天，有钱的尽管进来，定与你做个明白。这一题唐公子肯定不会了吧？答案是榨油坊。这位娘子果然好才学，这么难的题你都答得对。恭喜你！如果最后一题答对了，这桌酒席就是你们的了。常随错大官人，满腹文章儒雅，有时一面红妆，爱向风前月下。是印章？没错，是印章。果然厉害！既然二位答中了所有的题，那么里边请吧。等等，可以带走吗？让开，让开！小心！小心点儿！看蝴蝶吻着花香碧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盘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，情深至苍茫，有
给小虎他们送饭呢。对啊，虎子他们肯定特高兴。宫姐姐带来的吃食真香啊！我好久都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饭菜了。来，大娘，喝点汤。哎，谢谢唐公子啊。不用谢。哎，好。奶奶，这是果子，里面夹着豆馅儿，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可惜呀，奶奶牙口不好，吃不了这果子喽。乖孙子啊，你们吃去吧啊，去吧，吃去吧。嗯。爹，你吃这个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大娘，您尝尝这个软。好，好。好，好，太好吃了。那您多吃一点，以后多给您做一些。哎呦，那太感谢唐公子了。快走，快走！唐医生又出新品了，非常好吃的新品够了，只卖20文一份。这次新品是为了答谢诸位赵府，推出了一款市井果子，让大家闲暇时来上一碗也不觉得心疼。所以呢，这次办了一个试吃会，所有在试吃会上订购的人呢，都可以优惠，价格减1成。这么好！而且呢，这次试吃会只要大家购买了1份，就可以参加抽奖。中奖的人呢，就可以半年的果子全部半价，大家预购从速啊！欢迎，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。不好好做糕点，净搞些花头。哼，我早晚把你生意都给你抢。店里还有好多品类呢。500份，这位老板有些面生呢。龚老板好，朱某乃晋中人士，做生意来到京城，竟遇上贵店大酬宾，这果子真是闻所未闻呐，便打算带些回去售卖，为表诚意，我可以提价到40文一份。3日后离京时再来取货，相信这偌大的畅音阁一定没有问题。 500份，要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唐风，他肯定会高兴极了。成交。好，龚老板，果然是女中豪杰。我哥这做果子的思路怎么变了？不太像他的风格呀。想不到这平民的食物看起来普通，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呢。殿下，您特意买这果子，算不算资敌呀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探查敌情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对，殿下您高瞻远瞩，定是从这个果子上面想到了应对之法。让他们再高兴2天吧，看看到时候他们拿什么开店。 唐风，怎么不在啊？阁主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黄豆卖光了，我跑遍了京城所有的店铺，没有一家有余量了。什么？
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啊，不错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刚刚你说的惊喜？对，如新刚刚画了你的舞剑图，你要看看吗？你们主仆可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就是，快销毁！唐公子现在身份不同了，不准再画了，不准画了，不画了。我跟如新还有点事情要干，先出去一趟。不画了。走啊！去哪儿啊？这黄豆不是让他们多准备一些吗？40文，50两。怎么样啦，阁主？照契约赔偿，咱们畅音阁非倾家荡产了不可。那可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没什么。这舞剑图画的确实一般，但这字写的倒是很清楚。若无法按时交货，给人3倍赔偿金。什么？这人就是故意的？字那么小，我签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。你本不打算告诉我，是想自己偷偷去弄黄豆？原本我还打算给你一个惊喜。哼。但是现在，一人做事一人扛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你在嘀嘀咕咕些什么呢？该不会是骂我吧？跟我。老板，我想订一批黄豆，要快。早就没有了。老板，你们这儿还有黄豆吗？多少我都要。老板，帮帮忙！我跑遍了京城，你这里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怎么都是订黄豆的？没货了，都被订完了。去别的店铺问问吧。买完了，你去别家看看吧。老板，急需一批黄豆，能否帮帮忙？没货。唐公子回来啦！怎么就这么点黄豆啊？没事儿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啊，不愧是唐公子。阁主呢？跟你一块回来的吗？啊？他没回来吗？没有啊。
不长眼睛的吗？没看到这儿撒了一地的金子吗？抱歉，您这金子实在是不起眼了。原来是龚老板。龚老板，要不您看看这值多少，我赔您银子。算了，现在在我眼里，这些豆子比银子还值钱。看你愁眉不展，遇到什么问题跟我说说，我看能不能帮上忙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没有原料，买卖就完不成，畅音阁就没有了收入，可能会垮掉。我倒是没什么，不过唐公子他细皮嫩肉，若是让他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这太可怜了，是不是啊，黄公子？啊，你说的不错，他的确没吃过什么苦。如此说来，我也许还真能帮上忙。我有一个做粮食生意的朋友，我去问问他是否还有余货，能不能匀一车过来。但是有一点，这件事不能让唐公子知道。他若知道的话，肯定不接受我的帮助。毕竟我们现在的关系比较僵。哎呀，黄公子，你简直就是我们畅音阁的贵宾，以后啊，你想见谁就见谁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我也会在唐风面前帮你多多美颜的，你放心。公明，你的心意，唐公子迟早会懂的。公子，既然我们已经将全城的黄豆都买下来了，干嘛还要帮着公明呢？你懂什么？我跟皇兄打赌，他不能借助皇子的特权，不能接受任何帮助。若畅音阁接受了我的黄豆，便只能愿赌服输；若皇兄不同意，那就只能赔偿巨额银两。凭那公明的性格，必然会再起争端。原来如此，公子高明，一箭双雕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会如何应对。这个还挺沉的。龚老板，我已经问遍了朋友，总算不辱使命。你要的一船黄豆现已送到。多谢黄公子，你简直就是我们阁中贵人。来，上阁，请用茶。如心，把黄豆搬到后院去。好。这黄豆不能收。你竟然想用这样的方式逼我认输！黄公子，这些黄豆我们用不上，请搬回去吧。我是听说贵阁有难。有难？我们畅音阁好得很呢。我只不过是想要帮忙罢了。帮忙？你想干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唐风。你看，咱们现在紧缺黄豆，这里也有现成的。黄公子也是好意，要不咱们就……没他这些黄豆，我也能帮你解决问题。你要相信我，如果你要执意收他的黄豆，
那我不干了。唐风，你这是闹哪门子别扭啊？冯老板，不要多想，他这一切都是因为与我有关吧？是又怎样？这唐风，该不会还在因为昨天的事情吃醋吧？还是算了。黄公子，这船黄豆我不要了，你拿回去吧。现在这情况，要不你先走吧。顾明，困了就回去睡。我不困，我要守着你。看蝴蝶吻着花香碧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盘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。唐风，我们要一起保住畅音阁，这样你就能留下来。我们一直在一起。畅音阁要没了，你知道要走了，我不想你了，你别走。放心，我不会走。只要能永不负珍惜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。我奢求地老与天荒，一抹秋万年长，犹如流星划过夜空一瞬，短暂又何妨？
阁主，你醒了？嗯。昨天啊，你就直接睡在厨房了，不省人事的，还是唐公子把你抱回来的。有我在畅音阁，不会有事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走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温柔的辉煌，要永远温暖留在我心上。阁主，只要能永不负真心，也一生不阁主，怎么啦？没什么。那唐公子现在去哪了？唐公子应该还在厨房，他一晚上都没有合眼，真是好辛苦啊！哎，阁主，着什么急呀？擦脸！只要能永不负真心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。轻点儿。我这就地老于天荒，你我皱纹连长。睡着了，你去小心点，千万不要吵醒他。阁主，你对唐公子真是呵护有加呢。别胡说，人家为我们付出那么大的努力，咱们也应该知恩图报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准备开门营业。朱老板肯定早来。据说畅音阁满城长黄豆，这就叫过来。阁主就是有办法。朱老板，这就是您要的豆酪，请您验货。还验什么呀？你们黄豆都没有了。哎，里边好像调这压根就不是我要的豆酪，你们严重违约。你按协议书上3倍的赔偿金给我吧。啊！哼！朱老板，我们并没有违约。现在所呈上的就是畅音阁发布的新品豆酪。兜兜转转，总算把他给送走了。这次不但1分钱没挣，还赔了不少成本钱。怕什么呢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早晚会帮你赚回来。是啊，一个善钻研，一个精买卖，阁主和唐公子真是绝配呢。闭嘴！你们倒是挺默契的。怎么了？事情就是这样，不如属下现在就去，花高价把牛乳也给他买光。一击不成，他们肯定有了防备，得想想新的办法了。这次的危机总算是过去了，那么你接下来的打算又是什么呢？首先肯定是拿下天下第1品，其他的我暂时还没想好。你为什么那么想要天下第1品啊？因为那个。
你看，夕阳好美。我现在还有一件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多看一会儿这样的夕阳。你想多看会儿夕阳？跟我走。在这儿可以多看会儿夕阳。小虎，哎，小虎，小虎，奇怪，怎么没有人呢？红姐姐，红姐姐，姐姐，你看我们这身衣服好看不？你看我们这身衣服好看吗？这些都是你安排的。咱这条街上，各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但人力又不够。小虎他们最擅长走街串巷，通过送货赚钱，多劳多得，这样就不用再依靠乞讨和救济生活。我没和你说，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唐风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替小虎他们谢谢你，真的。谢我什么呀？畅音阁不也是我的家吗？小虎他们是你的家人，也是我的家人。风哥哥，风哥哥，快来一起玩儿！风哥哥，来一起玩儿吧！一起玩儿吧！一起玩儿吧！那我去跟他们玩一会儿。来了，3、2、1。风哥哥抓得到！哎，风哥哥真好！你慢一点。风哥哥抓得到我！有摔倒了！各位老板，这些呢是咱们畅音阁新招的送货人员。各位老板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只需要把你们的货交给他们，然后付给我们畅音阁一点点酬金即可。这不是那几个小乞丐吗？他们行吗？他们每天走街串巷的，全京城没有人比他们更熟了。可以呀，我还在愁那些货没人送呢。
是不是也得玩点游戏呢？人唐公子平时不是这样的人。谁说我不喜欢玩？玩？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那是因为你不够了解我。那趁着今天，咱们好好了解了解。哦，公子啊，轮到你了。你选真心话还是闯关爱？闯关爱。罚酒3杯。来，唐公子，我给你倒。第1杯。第2杯。好酒量。好。你这次只能选真心话了，不准骗人的。你跟黄公子什么关系啊？我和他就是一对冤家。果然。我们俩一起长大，关系很亲近。亲近。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。祝福你。同父异母？弟弟？刚刚说的都是实话啊。咱们继续玩。好。啊！真心话还是闯关爱？怎么办？闯关爱。跟坐你右边的人喝一杯合卺酒。既然玩，就要按规矩玩，对不对？对呀。玩就玩。你们俩不准看啊！那你还不如直接让我走不就得了？不看不看。我看你还挺关心黄公子的，你是喜欢他吗？这是闯关爱，又不是真心话。你要不说，我就不喝，咱俩就这姿势。公子啊，我这……不喜欢。他们俩呢？别管他们了，咱们继续玩。好啊。说吧。抱着对面的人转一圈。哎呀，好像只有我了。像短暂的夕阳，温柔的辉煌，要永远温暖留在我心上。只要能永不负真心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。剪刀石头布。你输了。再来。本王微服私访，竟然遇到贼，将我随身的玉佩偷走。
吴大人，这京畿重地你的管辖之下，你这差当的是真好啊！下官治下不严，还请殿下恕罪啊！就是这个区域，希望吴大人能尽快封锁区域，逼出贼人。画像我已找人画好，你下去领了便是。是，下官定将罪犯捉拿归案。大人，我看二殿下有点奇怪，不说搜人，只说围住这里，逼住贼人，感觉意不在此。管他要干嘛？他说封锁就先封锁，不仅要封，还要封大一点儿。羞死了，羞死了！你……我去前厅。我去厨房。你在那边？对，那边。我在那边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出去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。公子，哎呦，我可什么都没瞧见啊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公子，你看你这怎么了？不做了不做了，啊！今天没手感，我要出门逛逛。啊？不是。哎，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心道，不好，这贼也不能封道啊！现在这世道可太乱了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我今天还要出城呢，这下可出不去了。这画像上的人怎么跟唐风看起来有些相似？官差大哥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画像，唐云又出招。官差大哥，可还有更多的消息？听说上面要抓的是个江湖大盗，那人武功了得，杀人无数，偷了重要人物的玉佩，并且被人围堵并受了重伤。
在长林街凭空消失了，上面发了大火，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。据说此人面如冠玉，翩翩君子的样子。这结婚了，我还等着出城。赵老板还等着呢。这个贼人赶紧抓到，这不一颗老鼠屎，耽误我们大事儿啊！这位公子倒是有几分相似，只不过那颗大痣没有。非也，非也。这画像与唐公子看着有7分像，该不会他就是这个江洋大盗吧？啊，这么说来，唐公子好像也是差不多时间出现的。他确实跟了阁主一块玉佩，要不然咱们报官吧。报官，报官，报官。你来了，走吧，出去散散心。能去哪儿？随便走走。不去，我还有事要干。我刚问如心了，说你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打算盘的劲儿都没有了。谁说的？我还好多事儿呢，我要算我们的盈亏什么的。而且外面你的通缉令满天飞，还是在长英阁更安全些。那颗痣啊，也算是保佑了我，不用担心，没什么事。不过你要是跟我出去的话，保你不赔钱，还能赚钱。怎么赚钱？你看，果然赚钱比我重要。说出去走一走，一点不感兴趣；说赚钱倒起劲儿。我哪有？你看，天气这么好，是该出去转转了。走吧。别憋着了，你是不是一直想问我怎么赚钱？没有啊，这儿空气挺好的，而且就这么散散步也挺好的。不瞒着你了，等一下啊。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？你居然懂得驯鸽技巧？略懂一二吧。我看你平时养鸽子，喜欢吗？和你很搭的，怎么样？
送给你。对啊，我可以用鸽子来收集和传递客人信息，然后再托人送出解决封路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唐风，你太聪明了，这样的主意都能想得到，你真是我的大福星。我是个大福星，可以抱抱你吗？花香碧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盘，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。回家好好研究一下鸽子计划。有心这人间难何以遇上。研究一下鸽子计划。似飞蛾轰烈扑火，荡气回肠。要全心投入书写，绝没篇章。像短暂的夕阳，温柔的辉煌，要永远温暖留在我心上。只要能永不负真心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。奢求地老与天荒，一抹秋晚养鸽千日，用歌一时，全靠你们了！大伙去吧！转在又何方？过爷，这果子得送出去。好说好说，哎。鸽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唐风，你听，是不是鸽子回来了？你听错了。10文，阁主，我们这回终于赚钱了。前阵子我还以为我们畅音阁要倒闭了。呸呸呸！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！快摸木头。阁主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次多亏了唐公子给阁主帮忙，所以你们进展到哪一步啦？
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。对了，这几日我清点鸽子的时候，发现每日都少了几只。今日你清点了吗？今日还没。1、2、3、4。奇怪，怎么没影了？今儿这就真像大人，就是，看这油嘞。这些鸽子都是你们射杀的。你们是谁的人？黄公子还是贾元德？你管我谁呀？干什么？我想死是不是？你们这么多人，好意思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？欺负的就是你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出来找鸽子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喂，你俩在这儿你侬我侬的，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？上！伤害我们家唐大厨，我饶不了你们！给我打！敢动我哥，还真是着急。你受伤了，慢点走。我没那么娇贵，就是一点皮外伤。唐风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是为了保护我，你根本就不会受伤的。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只是下回你不准一个人行动，太不安全了。好。我就是想来跟你上药的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穿好了？你这叫什么穿好了呀？你不是说要给我上药吗？我穿好了没法上啊。行。往上点儿，往右点儿，你这位置根本就上的不对。这样对。疼是吧？疼就对了，不疼没效果。这是谋杀。让你再成英雄，空手接白刃。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，明明是你自己不计后果，置身险地。
今天这个事，我觉得是贾缺德干的。我的人他也敢碰，以后绝对不放过他。你的人。药上完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唐风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说我哥他是不是变了？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让自己置身犯险，这女人竟然有这么重要？那他为了这个女人，岂不是更回不去了？殿下，不如属下去把那个女人。你除了动粗，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看来他们已经开始用鸽子做买卖了。既然如此，俸禄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反而还会给这女人带来致富之道。去吩咐京兆尹，俸禄的事到此为止。是。欢迎各位老板一起使用飞鸽传书，虽路障已除，但使用飞鸽传书可覆盖全城，扩展生意，实现双赢。掌柜的，放心，我们这回找更多人把鸽子给打喽。打什么打？你还嫌不够乱啊？你不知道那个丫头搞了个什么结盟？我的娘家二舅爷的成衣店，二大爷家的米店全都加入了。你这一通乱打下来，你能分得清这是谁家的鸽子吗？到时候他们全都来找我算账。即日路障解除，城中百姓可自由行走。可算解封了。开走！快快快，我赶着出城送货呢。哎，你去街角找那个瘸子阿四啊，你就告诉他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虎子，这盒果子可是送给京兆尹二夫人的，千万拿好了，路上小心。去吧。拿好了，早点回来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啊？别摔坏吧。慢点啊。夫人，少英德送糕点来了，这是老爷特意给您订的，可是新品呢。来，乖乖，你先吃，我家乖乖最爱吃这个了。你先抱下去玩吧。小狗中毒了。什么？大胆刁妇，还敢狡辩！大人，如若我真要下毒，怎会蠢到在自家果子里做手脚？您二位如此尊贵，我高攀还来不及呢，怎会下此毒手？必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大人，此事疑点重重，十分蹊跷，希望大人给我们3天时间，我们一定查出真相，给您和二夫人一个交代。
如若不能，我们任凭大人处置，绝无怨言。对，吴大人明察秋毫，您可不能判了冤假错案。你好，本官只给你们3日期间，允许你2人取保候审，但畅音阁必须查封。畅音阁其他人等继续羁押，以观后效。大人。来，走。晚上，就喝酒吃了，哪来的小朋友？知不知道自己进了什么地方？一会儿我给他俩吓哭出去。这是死活的2个家伙，待会儿有你们好看的。来了啊！你这装什么你？你，龚阁主，您有多久没来了？黑老大，好久不见，想必你已经知道我今日的来意了吧？还请黑老大给条明路。只要是有银子，这事儿好办。公明，你确定黑市的消息可靠？这地下生意不讲规矩是做不下去的，他不靠谱怎么在道上混啊？我看未必。那你不就能着了吗？那对啊。公明，今天这种危险的事，
以后不要再做。我这是自然反应，还没来得及就不准有下次。知道了。看来这黑老大应该是被收买了，他把咱们引到这里来。或许黑市。行，那明天一早咱们去黑市。唐风，谢谢你。今天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恐怕我已经……总之，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那你打算怎么报答？以身相……我是说，总不能以身相许吧？反正你也不要。谁说我不要？那这个人情你先欠着，等我想好了再找你要。好。唐风，走啊！我来了。太好了，这也算是恶人有恶报。估摸着如新他们今天晚上就能回来了。咱们等会儿去松鹤楼订一个宴席，给他们压压惊，也算是过了一关了。好啊，都听你的。你怎么往这儿走啊？我喜欢这条路，我们走这条路吧。可是走这里要比平时多1/6个时辰呀。因为
是苍茫，有幸这人间能和你遇上。是非和轰烈不过荡气回肠，要全心投入书写绝美篇章，像短暂的夕阳，温柔的辉煌，要永远温暖留在我心上。只要能永不负真心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，我奢求地老与天荒，一抹秋万年长，犹如流星划过夜过一瞬，短暂又何妨？我出去买东西了。哦，我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没怎么见你。你怎么瘦了呀？没，你脸色也不是很好，快休息吧。对，我们快回去休息吧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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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早点休息。忙了一天，又没按时吃饭吗？
情系相约，今夜有时，一见不散。坏了，这到底是约在哪儿啊？唐风这段时间起早贪黑，都在干嘛呀？你可知道？唐风，我家公子一直在给阁主准备生日惊喜。我才知道你是为了给我准备生日礼物。唐风，你傻不傻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相约，我迟迟未到，你会等我吗？你会一直等我吗？我会一直等你，一直等到你来。唐风，不会真的一直在等我吧？唐风，你去哪儿呢？你会一直等我吗？我会一直等你，一直等到你来。公明，如有一日我们走散，你便去许愿桥那里找我，我定会出现。许愿桥，这么大雨，公明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？城知否？爱已刻在归路尽头。离离斜阳，草木如旧，谁还贪恋城中温柔？似曾相识，身影清秀，红颜如水飘荡左右。白驹过隙之后，追回相伴的时候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？我本想去畅音阁找我哥，发现是你，便过来。我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不过我们本来约好了要见面的，但是……我陪你一起找吧。我不是有意要来晚的，那张纸他家闹了水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。看蝴蝶吻着花香碧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般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，情深至苍茫。有心这人我说过，我会一直等你。似飞了红叶扑火，荡气回肠，要全心投入书写绝美篇章，像短暂的夕阳，温柔的辉煌，要永远温暖留在我心上。只要能永不负
生辰礼物。我奢求地老于天荒，一抹秋万年长。金算盘，这是我一直想要的。唐风，果然你最了解我，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什么蛔虫？明明是心上人，好不好？正好，我也有惊喜要给你。真的？不许睁眼啊！转身。好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不准睁眼啊！好。不准偷看啊！好。噔噔噔噔。好吃啊！你做的？我看你每日工作劳累，所以想替你分担一些。我就是说嘛，每天早上起来，灶台都是热的。都吃完啊，一个都不准剩。好，你也吃点吧。嗯。如心如心，你快来看看，我这个眉毛画的怎么样？还有这个花店，形状跟发饰配不配？配。可是阁主，今天怎么想起来换个妆容啦？我最近听闻啊，远山黛、风靡京城，青梅秀丽，备受儿郎青睐。还有这个花店是最新款，所以我就试试喽。可是今天只是去一趟原料铺，不至于打扮成这样吧？你懂什么？不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吗？有什么不懂的？可是阁主，你这样出去，唐公子会吓跑的。也是。算了，还是做自己最重要。哎，李马，看看怎么样？可有沾染什么粉尘污渍？没有，公子，干净整洁，风度翩翩。又不是初次见面，什么样子没见过呀？唐风，慢走啊！皇后娘娘，这是我特意去畅音阁给你买的果子。我们家风儿做的果子，真是越来越好吃了。不过，风儿都离宫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云儿这边还没有进展？我倒听说她是……又举办了？是啊，这果子大赛又要举办了，也不知道今年哪家店能拔得头筹。果子大赛要开始了，唐风，多亏有你，时隔多年，我们又有资格报名了。谢谢你，帮我完成了我的梦想。你的梦想，就是我的梦想。明日出宫。
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但求一年生计足，与君美食复甘言。云儿，你可知我今日来找你是为何？知道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何迟迟未有动作？母后，儿臣这些日子并不是没有做事，只是我越做越觉得，皇兄他真的喜欢现在的生活。我觉得皇兄在宫外，比在宫里更快乐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，你是不是少告诉我了一些事情？例如，你大哥有喜欢的人了。是。糊涂！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。你大哥私自出宫，我原本跟你父皇觉得他玩够了，玩累了，就能够回宫，但是他动了情。人一旦动了情，就出大事了。他在那里心就扎了根，就走不动了。母后，能否再给儿臣一次机会？真不容易啊！时隔多年，咱们畅音阁终于又报名成功了。而且啊，这次还是在咱们这儿举办的，畅音阁啊，一定会声名远扬。小心眼睛。那这本《时针记》现在。怎么了，阁主？你看看谁来了？所以，你也离家出走了？对啊，母后。母亲大人停了我的俸禄，我心一横，就想着来投靠你。毕竟我可是因为你才被母亲罚在家中闭门思过的。那你也不能不打招呼就来了呀。说的好像你是打了招呼才来到畅音阁。行吧，那你就留在畅音阁吧。不过这比不上你的府邸，低调点，别那么讲究。嗯。这畅音阁可不养闲人，把差批了。是。哎。花姐。干嘛？你连擦桌子这么简单的活都不会，你能干什么？嗨，不是，我说你他能干什么呀？他顾家就会打人。嘿，你还别说，真让你说对了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陆西，
你有什么仇人没有？你告诉我，我立刻就给你搞定，怎么样？打打杀杀，粗鲁。粗鲁？我哪儿粗鲁了？我这样像粗鲁的人吗？这个场景怎么似曾相识？该不会是时光倒流了吧？今天的虾特别新鲜，你试试看。哎，那个是唐云包的虾，吃这个是我包的。我自己有手，自己会包，你们自己管自己就行了。唐云，公明的虾我来包，你就包自己的好了。别不高兴了，这样，咱们3个比赛，看谁包虾包得快，谁输了发给对方洗3天衣服。好啊，看谁包得快。切，幼稚。这民间确实要热闹不少，有好多新鲜玩意儿。哎，主子你瞧，那个摊位上的钗子好别致啊，真好看，咱们去看看。哎呀，仔细着点儿你。扶他起来。抱歉抱歉，我眼睛不好，撞到贵人了。对。哎，好，都拿好啊。谢谢。好，走吧。是。哎，眼睛不好，手倒是灵巧。把荷包给我交出来！我的荷包！去畅音阁等我！你给我站住！畅音阁？难道就是他？
素琴，你看看公明给我画的这个远山黛好不好看？他说现在流行这个。夫人，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天了，连大公子的影子都没见到，躲着我罢了。那您打算怎么办啊？毕竟我们不能在外耽搁太久。我得想想别的办法了。我最近啊，做了好多好吃的。一会儿啊，我们再去街上采购一些原料。公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半天了。我发现这几天跟你相处，我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夫婿啊！我托人把京城中最优质的男生都给你找来了。这，快跟我走！这，阁主，夫婿，我得赶快告诉唐公子才行。王夫人，其实吧，其实你害羞，我知道。很多人都希望缘分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可是缘分可遇而不可求，所以你不用觉得丢人。我很多朋友都是相亲认识的，你看看这个，不就长得挺帅的吗？行吧，那先看看吧。让他们一个一个都进来吧。这个，你看，跟画像上也太不一样了吧？下一个，这个还不错，挺圆润的，还有些福气呢。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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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奇怪，这些人怎么长得跟画像上都不一样？哎呀，让我进去试试，他们也不行。快，听到没有？快走，快走啊！哎，快走！啊！你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走！哎呀，快走！说你太帅了，快，你还差我。这位公子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要求不高，只有一条：婚后不能抛头露面做生意。出门诱拐有狐，慢走不送。吵架可能会扇你耳光，哎，但这不算什么，顶多也就是吵吵闹闹而已。还想打耳光，想欺负女人，给我赶出去！王夫人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还不走？去！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算了算了，这相亲啊也不靠谱。要不这样，我认你啊做我的义女吧，你觉得如何？什么？母后要收公明为义女？若母亲真收她为义女，那她岂不是就变成你我的妹妹了？这绝对不行！
这2天忙着研究果子，不知道畅音阁来了一位王夫人，跟我啊性格特别投缘。王夫人还说要收我为义女呢。那，你答应她了吗？没有，不过我觉得有个人喜欢的感觉挺好的，不像某些人研究果子都不见我，一点都不想我。我怎么能不想你呢？我啊，只是没有办法。借口。是，都是我的错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呢，可以提出任何要求，我都不会拒绝，好吗？我现在还没有什么想法，等以后留着用。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你生在权贵之家，例如王夫人家中，这样的话，你就不用天天愁着赚钱了，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这样的生活，你想要吗？虽然确实不用烦恼每天怎么赚钱，但是啊，我看过的那些画本里都说，那些权贵之家看似非常华丽，实则呢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，还不如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呢自由自在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喜欢谁就喜欢谁。是啊，权贵之家怎么会有自由可言？你不会是怕我做了王夫人的义女就不要你了吧？我不会的，姻缘桥上不负真心。我们比谁先跑回畅音阁。我真没事。那他们说你受伤了，我都担心死你了，你还骗人家。那罚我背你一会儿，你说的啊？1、2、3，走你！有人来了！唐大厨，看起来你的脚已经好了。王夫人，一直没来得及跟你介绍，这是我们家大厨唐风。风鸣，既然你已经有了心上人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王夫人对我的心意，公明感激不尽。之所以没有介绍给你，是因为她之前一直在忙。唐大厨啊，真是一表人才，你俩真是天生一对。王夫人过誉了。既然唐大厨的脚已经好了，公明啊，你也就可以放心了。明天日子不错，我们就可以。是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说。公明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我不要这么说。太子殿下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说？是我对不起你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有用的话，我可以说1000万句。我累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走了。公明，公明，公明，你别这样，公明。请求太子殿下回避，民女公明，请求太子殿下回避。恳请太子殿下回避。民女参见皇后。你还愿意做我的义女吗？民女不敢高攀，做您的义女。我虽然不知道以前的唐风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唐风在畅音阁生活很快乐，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皇后，他以前快乐吗？这不是快不快乐的事。他是太子，他就有太子的责任。他需要扛起整个国家。你善良聪慧，但身份有罪。风儿身上担的是千万黎民百姓，你执意和他在一起，反而是毁了他。动情，他也是一种罪，会铸成大错。帝王之家是没有资格动情的。皇后娘娘，公民恳求你原谅唐风，留到果子大赛结束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但求1年生计足，与君每时复甘眠。比赛结束之后，我就会让他离开。如果他不走，我会逼他走。好，本宫没有看错你，你确实深明大义，只恨造化弄人。公明，你恨我吗？你答应母后，等果子大赛之后，让我回去。是，你早晚都要回去的。我只希望你完成你的约定，帮我拿下天下第一品。那我们拿到天下第一品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别的地方开店，让他们找不到。你是太子，你应该承担起你应有的责任，你必须回宫。那你会跟我回宫吗？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唐风，如果我跟你回去，你愿意只做我的一心人吗？你不能，谁不知道皇上要有3宫6院，你就忍心让我看着一个又一个女人来爱你吗？这不是你喜欢我，你爱我就可以改变的。所有的人和物都有期限，而你我的期限就到这里了。顾明，你我之间没有期限的。我不想当什么太子，我只想做个普通人，我只想做你的一心人，做你的小福星。国家的事可以交给唐云啊。你逃不掉的，唐风，你知道的。你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唐云，他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那我呢？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啊！你想做的，你在畅音阁不都做完了吗？可是这远远不够，我就想留在畅音阁，我就想做你的小福星。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的话，那只能我走了。公明，公明，公明，别走，让我抱抱。就这样抱着，什么都不要说。你之前答应过我，无论我提什么要求，你都会答应。我希望你帮我拿下天下第一品，实现我的愿望，然后回宫。我答应你，拿到天下第一品，我回宫。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，为什么味道还是不对？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问题？食谱上说，这果子回味略咸，尝之辗转反侧。可是，目前好像少了些什么。究竟是什么呢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回去歇息吧。我想就这样陪着你，想就这样看着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畅音阁赢得比赛。当然，你那么厉害。
惨了，太惨了，人间惨！阿娟，咱们走吧，再跟他们两个强颜欢笑下去，我都要去投河了。别紧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实现你的愿望的。今日决赛以1炷香时间为限，大赛现在开始。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玩的游戏吗？记得。今天我们再玩一次，不过这次不占瓶子，我们轮流说，每说一次，我们就把一件事忘记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替我挡各位娘子的酒。你在密室里陪我喊话。唐风，你这个大骗子，你骗我！松鹤楼前，你在我耳边告诉我答案。你亲手为我熬粥。你出去打零工，帮我买了个金算盘。你逼我当花魁。你从疾驰的马车边护下我。你在睡梦中呢喃，不希望我离开。你用鸽子逗我开心，帮我度过危局。你我竹林嬉戏。你挺身护我，不惧生死。漫漫雨夜，深情相拥，彼此相爱。10年的梦，古城知否？爱已刻在归路尽头。离离斜阳，草木如旧，谁还贪恋城中温柔？似曾相识，身影轻瘦，红颜如水，吊灯左右。夕阳西下，夕阳西下。1炷香时间到。这是双飞翼，这居然和10年前一模一样啊！不会弄错吧？不，更胜一筹。唐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拿到天下第1品。曲终人将散，十里长亭，天涯路远，余音飘，梦醒时，旧相逢，不
贱君。哎，那你还有喜欢的人吗？你怎么还问啊？你呢？你说我就说。有，你不准再问是谁了，再问我不玩了。我也有。娘子请收好，下次再来。咱家阁主这失恋失得有点长。如心，你说咱要不要重新给咱家阁主寻摸个对象？你要有闲心啊，给你自个儿找个对象不好吗？我觉得呀，唐公子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过得怎么样？睡得好吗？吃得好吗？不准你把我当花魁的事情说出去啊！看蝴蝶闻着花香碧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盘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，情深至苍茫。有幸这人间能和你遇上，似飞蛾轰烈扑火荡气回肠，要全心投